Hello，大家好啊！筆姐姐講馬頻道又出場啦，各位老友記們，記得睇完片要俾 like 㗎，訂閱同多啲留言支持我喎。啱啱禮拜日嘅賽事，我就做撚咗天下口臭女，分享3隻嘅心水馬，一隻風采人生就流鼻血，一隻實力哥就不良於行，搞撚到我喊咗成晚，希望啲衰氣快閪啲走啊！咪撚再纏住我啊！好啦，講返正題先，聽晚谷草9場夜賽，又同各位傾下幾隻心水冷馬先。首先，第一隻就係、第一場5班草地1650，呢場我鍾意嘅係10號馬嘅無極勇章，一隻未入過3甲馬嚟嘅，呢隻馬今季已經跑過2場田草1600，逐漸開始都見佢有啲走勢啦。上一場就全程走第3碟，直路更飛撚咗出大外碟添，追返上去，輸嘅距離都係5個馬位左右啫。我更加覺得呢隻馬衝力比較短，跑谷草應該適合好多嘅，執過唔錯嘅5檔，斷估唔使走咁撚多冤枉路啩，神貨都冇停過，拍跳更加見佢搶住走添。呢隻馬同練馬師尤達榮都未撚開齋嘅，會唔會俾我一個驚喜呢？今場一定有賠率分頭價啦，我就唔怕搏一搏喎。好啦，跟住第二隻就係第4場4班草地1200，6號馬嘅起眼光，呢隻馬上季贏完馬之後，練馬師催谷手法就比較保守啲，冇話去到好盡，更加嘗試轉去泥地揾食，可惜就唔係好撚掂。今場卒之過嚟跑返，谷草曾經贏馬嘅草地1200，神操嗌到拿都好鳩肉緊，課都親自去操嘅，而且我覺得呢隻5歲馬未有揸乾揸淨嗰種感覺嘅，響4班一定有優勢嘅。今場俾佢執個3檔，睇嚟應該係夠鐘起快時機㗎啦。呢場我就一定稱住佢嘅。好啦，講埋最後一隻。就係第9場3班1800米1號馬嘅包裝創新，上一場今季初出，走去跑田草1800，執個非常不利嘅12檔，就睇撚住騎師報文，戇鳩鳩全程響外碟雲遊，唔知佢跑乜柒，可能都當係一場熱身啩。今次返過嚟跑谷草1800喎，大家又點睇呢？今場就要孭住個頂磅。不過報文屬於重磅騎師嚟嘅，所以呢隻馬孭嘅死磅唔會太多，估計影響唔係會好大嘅。又執返個唔太差嘅5檔，而且最重點就係呢隻馬谷草1800暫時未斷過纜嘅，冇落地過嘅，再加上有賠率分頭吸引力之下，所以我會繼續跟進嘅。好啦，講完啦，重複一次我嘅心水冷馬先。就係第一場10號馬嘅無極勇章，跟住第4場6號馬嘅起眼光，最後就係第9場1號馬嘅包裝創新。好啦，我嘅3隻冷馬又同大家傾完啦，各位啱心水嘅話，咪拖多一票咯。好啦，筆姐姐同大家講聲拜拜啦，下次再見。